后不相逢，恨不相逢，非家事。最后当追出搿个一步，其实你是觉着搿一步追得非常之慎重，很吃力。搿一封信过去，想不到1个钟头之后，把陆香怡搿一封信来，速度能10倍快，比现在个快递还要快。主要是为子听众们，我不晓得侬到谁要看搿一封信，到底上头写点啥。陆香怡搿一封信上头也没抬头也没的，通光只有2句闲话，比崔海棠搿封信还要简洁。但读也好，搿种侪形式啊，我读拨侬读听。一共才2句，第一句，愿意和您做一个永久的朋友。领契呀，2米街34号。崔海棠当时你不晓得2米街34号是啥个地方，但是搿个是碰头个地方，肯定非常之靠稳。一小一个10点来着，到明朝早晨头起来，崔海棠望着外头就出去了。那么安文丽呀，安文丽嘛，拿搿个事体呢，也要带师兄去讲讲。哦，别个事体再讲，搿桩事体你不想着出去。2米街34啊，行啊！还要寻几花辰光，要40多分钟，中手不离寻着，辣浪一条叫红布街的边缘，有条小街叫2米街。到34号门口头一看嘛，一所古旧的矮平房，头道门是分关，来就这样一推进去，大道里向一个天井，搿个天井是横阔的一个天井，东西各种一棵盘瓦树。盘瓦树大家晓得，不难高的人差不多高，花枝全曲，头头是盖，三个一顶铺阳山这个，地浪向是搿种砖头啊，打成个人字形，哇，来来去去，清清爽爽。对二道门一看呢，哦，这已经是看上去装修过、油漆过，搿个门浪向常常亮，蛮清爽爽。但是二道门是关了了。崔海棠最大该大安文丽，你应该帮门，你应该喊一声。香姨在家嘛，你应该这样喊一声。但是叫啥个崔海棠力道该大，难为人，搿个口随便哪开不出。后来一动脑筋嘛有着，这样吧，所以让我台浪向唱戏这个来一记加瞌睡。搿是对子里向嘛。2米街34啊，是陆香怡的娘家。香怡昨日赚要快已经回子转来着，现在一早起来嘛，忙前忙后，身浪向换着一套自家读书辰光最欢喜的学生装，面孔上不施脂粉。镜子里向转一转嘛，香怡自家辣浪问自家：香怡啊，为啥你今朝这样样子？等子半10日，总算听见瞌睡声音子，眼睛大概到二大门跟随，啪，门拉开，对外头一看，哎呦，大两样，那么你看呢？身浪向定会画着鹅黄颜色的长衫，而且初升的太阳直刚转过来，可头方面是湿得笔挺。哎呀，三姑像幅雨画似的。你来得好早啊！崔海棠等到那门把打开，两高头一个照面，顿时心里想升起是2种感觉，一种感觉太美了，第2种感觉是惋惜，一枝鲜花插了不应该插的场花，大概是特意激动，肯定是激动，啪上来第一句闲话，你就说错头子，但是我天不亮就起来了。但是对来日个，
崔海棠是君啊，啥体想子一夜天，搿个称呼到现在还分想出来。晓得你弄尴尬子，还不是吴先生和罗女士一块儿请？到底是罗香姨啊，单位里向好学问，那看比我潇洒，请。请。侬一路打过来，到达西厢房门跟水门，香姨发起水推门拍，李子咧一咧，请。请。我一会儿就来。别忙。口里进去拍，李子一放。崔海棠打到里向，一看呢，搿个是个厢房，搿间房间勿大，大概10几个平方，长摇摇。里向高sang无啥，2只靠背，1只茶几，东北角浪向有只皮具，皮具上头呀，有只小小的金框，金框里向一张照片，搿张照片的人头蛮多，猜上去大概是罗香姨烧个学堂里向的照片。崔上眼稍擦，对个房间里向一关，清爽，物事勿多，清爽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而丁丁拉眼眼睛的，那是墙头浪向挂四幅字，真钞专题。四幅字虽然字写得一般，但是奇怪了，搿个四幅物事一挂，实现得搿间房间里向充满了文化气息。崔海棠分手，你一步一步过来，就追到搿个照片面前，你让人看，一看不果然是罗香姨毕业照。其实里向每个人的头啊，侪像黄头这样大小，但是崔海棠搿个眼光，搿个哈，一些辰光就拨你寻出，那当中哪里一个是罗香姨？正浪搿个辰光，耳朵边边就听见嚓啦个李子声音响，头回过来一看嘛，来了纸皮一双，香姨背一头跟着个丫头，水里向拖着一只盘，盘里向灭只羊肠，还有2杯茶，一路到里向门。香姨关在里台浪向，么子放一放，口里盘子一拿，追出去。他呀，又聋又哑，是吗？可心里倒是挺明白的。哎呀，太可怜了啊！请坐呀。不，你坐在这儿，在这儿还分宾主吗？这么客气，反而显得拘谨。好吧，请吧。恭敬不是怂名，那我就坐了。香姨对里看看，请。别客气。这儿不好找吧？还行，找了半个多小时。哎呦，可是蛮吃力噻。这儿以前叫2米街，是的，想必以前一定很热闹。以前是米行，全是米行。后来成了租界，渐渐就冷落了。哎呀，口里实在不好意思嘛，拿来挡过来，到底拨一拨哈，来。我自己来。哎呦，搿个糖分到嘴里向，崔海棠嘴巴里向已经是灭地。啥体？今朝搭那罗香姨碰头，那是第3次啊！想不到对个糖啊已经拨上来了。我自己来。最近生意好吗？怎么说呢？最近的生意一般。怎么啦？那是因为一个老生他突然伤风，突然倒嗓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所以这生意就……我声音不灵在，喉咙哑，他搿么生意事业不好子。那你师兄弟之间就没有唱老生的吗？我的大师兄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老生。何不请他来帮忙呀？不，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他一来就没命了。哎呦，要得了呀！唱戏呀，这个唱得了命了也没吧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唱戏会没命呢？哎呦，崔海棠先生，这个讲闲话分帮呗。我常常来讲闲话，是个敷衍，讲得落得是落得。不晓得讲生意，讲得老生，讲到自家的师兄们。哎呀，搿个闲话难讲。假使说我要搭里讲自家师兄的事体，背要拖出一个人，啥人？那就是你的丈夫有宝贝，那么的尴尬个噻，搭上来来。不过崔海棠转而一想，讲
那今朝你到该搭来拿啥体？你到该搭来那是来交朋友来。两句闲话一讲，支持我呢，你非常来交朋友的呢。还有呢，今朝个闲话里向，那总归要带着邮包的。爱讲还是少讲吧？怎么说呢？说起来那是6年前的一件事了。讲起搿桩事体，6年没见。那么崔海棠就讲起，拿丈夫邮包来，拿往好长话讲，你也算欢喜我。所以说我晓得一点点个辰光，搿辰光我让台浪向唱戏，你到有空你总归来捧场。我也不晓得你啥个心思，原来不晓得啥人搭里出个主意，说你欢喜崔海棠，你做啥一桩事体？啥个事体呢？所以赞助搿个戏班子，每个小囡一定瓜皮嘛。听众搿个辰光一定瓜皮嘛，辣高头。那么呢，像班子里向有这样一个，现在说起大老板来赞助嘛，总归是桩好事体咯。等到搿日天学生子哇全部出来，排成功3排，人蛮多，3排，邮包费来着。背后头2个卫兵，坚持一路晃帽子，笑嘻嘻连搭上来，搭每一个学生子帽子戴上去，面孔笑嘻嘻，还要讲2句鼓励闲话了，哪，蛮好，一切侪蛮正常。不晓得李瑞追了追，搿帽子戴到崔海棠门前，不打子，叫啥？这个60几个岁啊，侬崔海棠该打面孔浪向的肉打一把，打了，不算数，伊会挡住，一只手不算数，连另外一只手也上来。碰了这崔海棠面孔，搿辰光我邮包费自家搿张面孔18个下不像，啥体个眉毛眼睛面孔浪向所有个肉，你谁会得对？嘴巴里向啷过，怎么长得那么漂亮呢？崔海棠，搿辰光你还是个小囡了，你叫你哪行办？你不晓得接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，这个心里向怕啊，恐惧啊，恐惧到再有哪行，只觉得眼睛们就没等出黑以来，搿个人砰当场就跌倒在地，昏过去着。所以让搿个辰光，有样黑多多个物事，望准邮包费面孔浪向啪浪飞上来，邮包费老句啊，人家到底是军人啊，看见样物事过来，哦哟，你以为是恐怖分子啥个手榴弹了？对妖精一滴，搿样物事啪飞过去了。但是背后头2个卫兵里看得清清爽爽。第一个学生子，那个袋子呢擦脱个阵呢，大山打那头浪向帽子戴上去呢，叮当叮，搿顶帽子马挥过来，搿么哪扎牢你？2个卫兵哇扑上来，分明老鹰抓小鸡，非常之关键个辰光，这是第一排第3个学生子。也就是当相当的配置，邵玉坤，搿辰光小得一点点，短这样一点点，小脚往从外头爬伸出来，2个卫兵分帮位，伊辣下头趟2杆，2个卫兵啪啪飞出去嘛，搿个第一排，搿个大师兄啊，所以拨你随着搿一个辰光，一条性命拨你乱脱个着。所以崔海棠里刚到该搭，那你面孔已经羞红，讲闲话声音啊亮样子。我大师兄留一话，我师父说的，他是将来还有将来，可就是那天因为为了我，他再也不能唱戏了。像伊三座戏班子里向三代人物吹搿个配合句几乎重要，你并不几乎懂。然后在崔海棠搿头闲话里向，
你曾经受到过有8万的侮辱，可是再清爽不过，真是想不到有这么可怕的事儿。我只一句，你千万当心，别像我这样。袁太太，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请。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你没有把你应该念的书念完。像伊当初写的，你表面上问个句闲话，其实你不是问个句闲话。你也问啥？陆香姐，像你这个样子的人，为啥介不有办法？像伊向我也讲，我讲出来，你就晓得有办法起火危险，你还有啥谈得有一点，再有一点。你问我呀，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，飞山开意，来临。你父亲他是教书的，他是个教书先生。是。哎呀，屋里向2个人拍到下来，爷爷失业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继续念书了。是啊，我和爸爸也说了，我就不念书，我出来找份工作总还是可以的。爸爸说不行，要是个你是思想问题。现在兄弟的肺部浪向毛病重得这个样子，为夫去是死是活。如果你现在辰光再不读书，你就讲人家，那么真个完结了。说的也是。要叫我安心读书，再苦，你一定弄个讲人家掺下去。他不顾儿死。月西人的
海毕业子，有讲问过愿意请我去做家庭监事，拨我30大洋一个额头，也将寻我谈话，希望我留下来做老师。我想就讲人家有把帽子，随是毕业典礼，搿个一日也随是你个延庆日，因为你只学堂是政府办的，所以当地有头有面的人侪要来。我呢，作为学生代表去打小事，事体过脱1个礼拜，让我海带上门前。是督军侯大海亲自上门，为一位军官做媒人，是叶青搿日看见我非常中意，只要我能够答应婚事，兄弟娘马上送进医院。呀，监狱部里向还有一只位置，娘是囡儿啊。当然，搿个是那个终身大事，最后决定还是难定。不过你讲人家也翻身。恐怕搿个是最好的机会，我心里想，搿个是我的终身大事呀。那现在只有搿条路，我现在已经毕业了，我有办法才动地子。我心中是爱思乡。为此安慰娘，葛么我想，谁提出个条件，是对方不过㑚让我见一见，我想搿门亲事我是不会答应的。不晓得过子1个礼拜，督军亲自上门，带得来2样物事，一张教育部的卫生照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照片浪向一个年轻军官，但是非常英俊。望上去顶多30岁光景，眉宇之间还有一点书生之气。再把娘了边上一圈，我想，葛么为此屋里，我是一答应吧。啥人晓得？等到有把那个只脚打到你屋里，方是晓得上当。心上看，根本不是照片浪向那个人。我要是读书人呀，看见有把饭，里晓得侬的一生随此完结着。弟弟，他里通红，弟弟生。我娘以为侬会得嫁一个好男人，等到看见有办法，晓得我是地产王，我娘连个希望把他顶到，连个释放还顶到，而且你晓得我的脾气，所以我娘母亲她母亲希望生怕严，谁知那个人开后相
我不可能搭这样一个人共度一生。我是双目瞪，恨深深，非怕也是否语。你不晓得背对王郎一声，我对不住去一口。有办法，你不晓得啥辰光水里向拿子一把枪，这把枪不是对了我，对了我兄弟该打。李生，你给我动，你动一动。你兄弟，我哪会得随便上当？为不是为子屋里向，为不是为子兄弟，为子我个娘。手儿带搿个辰光，我哪哈办？我记他下府收亏意。举头彩云难行，白天日来怒气冲下，冤呀大师兄弟命归。我死于不能死，生于不牛生，非于半中天，此恨秘密不松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到死的那天都不会忘记。这是崔海棠。我晓得让电视机门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这一段，心里向一定要非常之难过。陆香怡搿一个女子，她被人家两娘，因为你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，也是一个才女，很有个性。内心，这样一个女子，你居然辣让上重要的事体，自家终身大事，上婚姻搿桩事体浪向，你居然上当，心里向几乎能够屈死。娘当然是的。再有，你为自家的兄弟，你不得不嫁拨了搿一个有包饭，所以可想而知，
你搿一个人，反说辣浪当场，也是说辣浪以后的搿个日脚里向，你是丧失了自家的尊严。各位人来看搿个事体过去是30年，今朝菊花重拾，你依然是咬牙切齿，也很到难以扭。崔海棠辣浪当场心酸之极。那么哪呢？你要安慰，你要安慰搿一位女子。那么你也晓得，邮报为啥等样的出称？邮报为四大饕餮。今朝乃算是同情罗香姨，今朝乃算是想帮罗香姨的忙来崔海棠。要是一个崔海棠，一天个崔海棠飞蛾扑火。但是过些辰光，崔海棠忘乎所以，你侪忘记脱，你根本想不着。啥体？因为同情搿位女子，因为你憎恨邮报里罗女士，你须掉泪。莫要太悲伤，更不要痛定思痛，恨不将。你将我当作知交来倾诉，我把你当作好友来体谅，想这世间多少无奈事，怕只怕你为你聚会起局张，一日间他的魔掌你难到头，他要你活在笼内，死亦在笼中呀，随吹风吹雨终于歇，这西翁的泥娃定会再分，我求你振作精神，擦干你的泪，宋金人不必空白上，讨飞夫瓦中让君若千里，莫忘我去海当。我邱海棠是个戏子，罗女士，只要你想走，你哪一天你想走，你想离开元宝藩，我邱海棠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。
知己，深深的一知己，所以是。可是天下什么事儿都能改变，我再不是一个清白的女孩儿了。搿个辰光，房间里向的哔哔声，哔哔声，只有外头一阵阵肃杀吹风，我搿个视野哗，吹得就叫苦不迭。最后侬晓得，今朝搿个房间两家头闲话讲得太深，太深，不能再讲下去。啥体？再讲下去的说话，只怕要于理而生来。怎么说呢？我倒是觉得，只要一个人的心是清白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清白。你说呢？相爷还觉啥子？哎呀，老相爷啊，今朝你讲得太深太深啊！哎，我忽然想着一件事儿，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本来说好了是演1个月，可是现在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最多也只能待半个月了。好啊，那明儿个开始你过来吃饭吧。这当天啥么子？还是关上我来吃饭啊？不是我恨不得打呼打在那屋里向玩。这挺好的。那么来想，今朝又是第1周，那留下来当然会有第2周、第3周，一来一去，一去一来，留下来给哪？那是要闷着。